亚哈意识到唔想开发，也冇必要开本人看。临暗人到后山，也是等山风涌来。亚哈嘅客家人不卡体验，点点打开自家嘅体向。好多人冇嘅亚哈，也咪半夜展开桂花粉。阿米冇嘅天沙路上，包天面嘅富人家，就在佢哋一盒鬼屋卡。路途面嘅客家富人家，路邊面嘅客家富人家，我行到半夜，真本老公披到香。半夜，老公熱身花瓣，表面加眼神。花香、體香分唔清，屋內木擺，野合花蕾全開。野合藝術師係整個學以前嘅名詞，但野合藝術師出嚟過後，野合花佢就變做客家五線嘅一個當重要嘅象徵。家人對藝術史地位，做得看到整個學以前經用嘅描寫客家五線，咪做得對佢嘅文史地位去看到，佢認為嘅客家五線係羅通嘅，羅東面嘅客家西門人，然後羅邊面嘅客家西門人，係一種羅通嘅一個樣嘅，一種辛苦嘅樣嘅，佢對客家五線嘅一個認識，家人外咪係一種舒服嘅樣嘅，也做一合法佢20條無開發，也做講。20條人行到路上，唔會看到一個盛開嘅飄點花香嘅一個野合花，不過都係按部條叫嘅開花，客家五線轉到屋卡地位，就會轉到自家嘅屋卡，佢做得以展現佢自家屬於西門人嘅一個樣貌同情感，佢到屋卡地位就做得很加自由，來展現出佢嘅樣嘅。家韓國人對藝術史地位做得看到一種屬於客家西門人嘅一種藝術嘅樣嘅。故事包括一個老公眼山花瓣表現令到不一樣嘅眼神，加一種當正嘅、當向嘅一種相處，加安樣嘅一個情景，喺本藝術史到故事嘅親密，是個親密，就本人使到佢呈現出一種當正嘅屬於客家嘅家庭，客家南美人同西門人相處嘅一種美感，尤其整書時呈現出來一種對客家西門人嘅一個描繪，就做得對野合藝術史去看到。